雲林古溪有一間越南聖母殿舉辦着夜錢的活動，這個廟方的人員坐佇厝頂，夜100塊的紙票，民眾佇下骹是燒錢搶，總共8萬塊，短短5分鐘就搶了。公主講，因為越南農曆的7月普渡有夜錢的風俗，會將錢票當作是錢母分送給民眾，祈求財運順利。公廟警員坐佇咧年節頂，對塑膠袋內底美國6塊錢壓落塗骹，紙票飄散落地，民眾雙手舉懸懸搶做堆，都驚會萬動一腳步。啊那搶到錢民眾是嘴笑目笑，徛去邊仔點看搶到偌濟？是1100啊，要存起來當母錢。我擺卡都無扣，我看老個爾。這個特殊的夜錢活動，就佇咧雲林古溪一間聖廟殿，奉祀越南主厝聖廟。公主解釋，因為7月普渡，在越南有夜錢寄放的風俗，將錢寶分送給民眾，保庇工課順利。活動已經在台灣辦9檔。就是7月份要丟錢了，錢冇了，保險是貴，不能存起來。就是越來越錢越來越多，越來工作順利。當港廟方準備8萬塊現金，5分鐘就攏夜了。民眾搶到的不是錢，也希望甲好運甲在一起，攏總搶倒轉去。